啊，
是我离开北京的第一场演出，我非常感谢支持我到我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时隔多年回到北京，来向北京支持我的亲人们、朋友们做一个汇报。有不足，你们多担待。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嘉宾老师，我的前辈们，马老师，谢谢。马玉生老师，著名艺术的演出，张学志老师，谢谢人是我李富春老师。您好，谢谢这段老师。上面还坐着我邀请的黄玉珍老师、谢野华老师，还有吉林的老师刘丽民老师。今天还特别请到了上海的潘同轩老师。太好了！我觉得我回家了，见到亲人们，感觉自己是远嫁的姑娘，回娘家了。这么多年，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上，遇到种种困难，都得到了北京我亲人们的和各位前辈老师们的帮助和支持。感谢老师，我还有很多自己，我会继续努力。我觉得我能回报大家的，就只有在这块舞台上耕耘不断的进步，来报答对大家对我的关心、帮助、支持，来报答老师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教导。加油！这老师们可以了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别走一会儿，我都可以。谢谢老师。那边有摄影师。好，谢谢。不感谢的，不感谢的。让人多提宝贵一点。好。郭老师刚刚一直坐在四排的那里在拍照，因为他最近一直在国家大剧院排戏，可能比较辛苦，可能提前退场。谢谢大家，再次感谢大家。我还要再次感谢我们上海京剧院，因为我们是有组织有单位的人，我们参加这样的演出都需要院领导的支持和允许，所以还是要感谢上海京剧院，还有我的小伙伴赵红玉和潘子健为这场演出增添色彩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先打开吧，就在这儿吧，一个一个上来好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最重要的是，让我最感动的是，后台的所有舞美的老师、化妆的老师、服装的老师，还有这些配演的，都是我北京京剧院青年团的同志们，所以特别感谢他们，谢谢特别的热情，然后全方面的帮助我，关照我，感谢。说这桌子没事儿，来，找不到。好，我们桌子找不到。摄影老师，碰到桌子没事吧？好。